昨日新闻要招咱所有乡亲来去呢南投啉咖啡。南投县仁爱乡咖啡产业除了技术一直提升，以前的面积嘛愈来愈宽、愈来愈大。乡公所专工安排产销辅导，安排咖啡农接受各种的专业训练，嘛头一摆办这个泡咖啡的比赛，和咖啡农互相观摩甲学习。希望讲仁爱乡发展精品咖啡，提升市场的竞争力。 仁爱乡公所头一摆举办泡咖啡的比赛，非全台湾各地来咖啡专家和仁爱乡咖啡农民同齐做的比泡咖啡、比上甲熬煮咖啡。这次的比赛，我觉得在我整个学习的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杯好的咖啡，除了需要有好的咖啡豆啊，泡的技术嘛真重要。无论是咖啡豆的数量用偌济，泡的时间和水温度，拢是一门专业的知识。那透过这比赛，其实也是推广咱香港高山咖啡产业。仁爱乡这几年来真侪农民小数投入咖啡的生产，加上仁爱乡有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种的咖啡豆的品质嘛是一粒一的。这摆比赛所使用的咖啡豆啊，嘛是仁爱乡当地生产的。公司希望借这摆比赛，让更多人会当熟悉仁爱乡的咖啡豆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